微笑讲客语 ，Mimi Sale 共好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要来学讲客家话喽，大家一起来Mimi Sale 共好吧。台湾是个对宗教信仰非常有包容性的社会哦，你可以去看看你家住家旁边啊，是不是在天主堂旁边呢？也许有一个关公庙。关公庙就是关公庙的意思，而且有时候啊，政治人物啊，明明自己是个基督徒，可是他也常常会去拈香拜妈祖，也就是拜妈祖啦，去拜拜的意思啦。所以台湾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哦，各种宗教呢都可以和平共处，兼容并蓄呢。我们来看看天主教怎么说呢？天主教呢叫做 Catholicism， 这是英文字。我们来看客家话怎么说。天主教，天主教。那基督教怎么说呢 ？Christianity， 这是英文。那么客家话呢叫做基督教，基督教。那么佛教怎么说呢 ？Buddhism。那么 Buddhism 呢，我们的客家话叫做佛教，佛教。所以呢，客家话我们就学会了这3种宗教的说法喽。现在呢，徐薇要特别来介绍1尊不对哦，应该是3尊才对。3尊什么呢？客家人的守护神啊，叫做三山国王庙，三山国王庙啊。前些时候呢，徐薇曾经说过，客家人呢渡海来台的时间比较晚一点，所以大部分呢他们都是在往山上去开垦了。那山里面有很多不可预料的事情咯，因此客家人呢就要从大陆原乡呢请他们的神过来镇山呐。那么镇山当然是请山神最有效果了，因此客家人呢就有了这么一个3个山的国王啊，三山国王就有这个东西了。那么三山国王呢，字面上看起来就是有3尊很有威严的山神咯。第一个是独山，独山，再来名山，名山，还有金山，金山。这3座镇山神呢，分别是拍面白脸，凤面红脸，五面黑脸。好，相传在南宋末年的时候，3座山神呢，因为救主有功哦，因此被御赐为三山国王，就有了现在说的三山国王庙了。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学一点客家话很有用哦。下次到客家庄的时候，问一问客家朋友，带他们去看一看什么呢？三山国王庙。安子 C 张磊了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